台南议会观察联盟为第3次定期会开始办理评鉴，到现在已经是第3次举办。这次评鉴的重点，同款是依照出席率、发言率以及敢有脱序行为等等，以每一位议员质询时的表现，做出质性甲量化的评鉴。但这届较不同是，阮伫这个质性含这个量化的部分，分成7-3比啊，也就是会有30%的这个质性的部分。那质性的部分会跟之前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民间团体单位，包括欧巴桑联盟等等，就因关心的议题，会放伫内底边做这个质性的这个问卷的对啦啊，伫这个部分，我们个重心来调整问卷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个较普遍性的这个个城市的这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会期开会中间较重要的议题关心的程度了对，这些物件来做这个评分，可以较接近即嘛这个会期来是这个时间咧发生的这个市政的较重要的事件呢。与会贵宾，成功大学校长苏慧珍，嘛期待学生会当独立思考，用进步而且有结构性的方法，甲社会沟通。关心地方的政治，能够去充分展现，不仅仅是他学习的一部分，也是他对社会参与跟关切的一部分。那我最开心，也觉得最受到鼓励的是，我们的同学这几年来都能够持续用非常进步、结构性的方法来跟社会大众沟通他们能够做的，以及他们对于整个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地方政治，或者是这个全国的不同的议题的这个。议会观察联盟表示，会顾进行2届议员评鉴，待观察议员为第3次定期会19名，减少到第4次定期会的15名。议员的平均发言为第3次定期会的26届，增加到第4次定期会30届。实际出席率为第3届定期会49%，提升到第4次定期会60%，证明公民监督的力量是有所发挥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